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4至6人飯台。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睇到開陽翠綠嘅獅子山景觀。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又係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一樣，坐向相同，亦係對住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主人套廁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主人套房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右手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晾嘅工作。對住亦係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或者比較大圍嘅租盤買盤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。